本日砍下金华城案政治献金案，这检方依照道理违背这部受人讹诈、公益侵占陪审罪甲起诉，今日一审判关17年，审庆经关10年。今年中华发生这红菜食酒讨钱讨无钱、害死情某凶杀案，经过中华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庭审理，昨一审改判无期徒刑。全台湾的医学中心陆出现电脑断层体检读册情形，台病院上长爱等到1年。前健保署长李必忠就讲，这是制度造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6日新闻，我是嘉豪。来看这中华二林2024年11月时阵发生一桩家庭凶杀案。这姓李的查甫人讨无钱呢，食酒了后就失控，拿刀啊甲生出来情妇杀死。这死者的囡仔亲目睭看到老母死亡，经过中华地方法院国民法官庭的审理，昨一审判这个嫌犯的是无期徒刑。那死者的家属的委律律师就表示讲，这被告到今拢无悔改意思。发生在2024年11月，中华二林的这件家暴杀人案，姓李的查甫因为跋筊欠小，甲出来讨钱讨无，最后摕刀甲生出来情某杀死。当时死者前2届嫁出来囝儿拢伫现场，致使2人身心受到创伤。案件经过中华地院国民法官庭审，一审判姓李的查甫无期徒刑，体大公权终身。违反保护令的部分嘛判处6个月徒刑。一直到现在，其实他看中的还是钱。那再加上本案呢，也有经过草疗精神科医师鉴定，那么鉴定的结果也认为说，他再犯之余是非常高，而且呢，他是有高风险，认为呢，他应该要在高度结构化的设施里面才有可能有教化的可能性。委任律师指出，合议庭审酌姓李的查甫虽然伫庭上认罪，嘛强调若搁来一遍，袂搁再犯。毋过当机是因为惊风判重刑，而且无尽力赔偿死者家属，也是考虑囡仔经济甲生活，认定姓李的查甫无悔意，因此判决无期徒刑。对一审判决结果，得过死劫的查某囝表示也搁会当接受。要求死刑是因为当初他想杀的是我跟妈妈。然后就是怕他出来又危害家人，这样就是比较担心他之后如果可以假释的话，是比较担心他要去找弟弟，所以他就是不要出来就好了。死者的查某囝表示，事发了后就搬离开遐，未成年的小弟嘛已经有安置，不过烦恼若准姓李的查甫有假释的机会，生活可能会阁受到影响。原本是希望会当判死刑，不过安尼结果会当参姓李的查甫长期隔离，也阁会当接受。若敢要阁上诉，爱阁参律师讨论。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北市长，也就是这民众党的创党主席郭文哲，牵涉到金华城案政治献金案，检方依照道理违背这部受人讹诈罪、公益侵占陪审罪来甲起诉，求刑28年6个月。在今下晡2点半，一审宣判郭文哲合并执行17年，褫夺公权6年。郭文哲牵涉到金华城案定案件的检方，依照违背这部受人讹诈罪、道理罪、公益侵占罪、陪审罪，总共4项罪来甲起诉，具体求刑28年6个月。台北地方法院在今下晡一审宣判，要求这郭文哲呢，也个有这个台北市的市议员应巧比。台北市前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也个维京集团主席辛庆京，这4个人拢爱来到法庭听判决。郭文哲也伫咧下晡2点15分的时阵加入法院，郭文哲的支持者也伫咧外口化休甲伊声援。郭文哲呢一审被判刑17年，褫夺公权6年；应巧比被判15年半，褫夺公权6年。讲到这个郭文哲一审去被判刑了后呢，偏偏是在野党的国民党也随甲声援。台北市长蒋万安就表示讲，这司法袂当互民众感觉讲有2款的标准，或者是政治对杀。郭文哲未来呢，伊的政治路也受到影响咯。根据在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的规定，若准去被判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也未判决确定者，袂当登记做候选人。也就是讲，郭文哲伫咧2028年选总统是无。
天就将民众党主席将台北市长郭文铁一审轰判17年的有期徒刑，剔脱公权6年。集结伫北院外口的民众党攻击和支持者吵啊，情绪是正激动，佮和其他民众集体冲突。谢谢所有代表人民的愤怒啊！不过，独派团体和行动的人士拢出现伫遮表达意见。台北市警察局抗拒马出动要把警力伫遮戒备。刚刚是知影定赢，国民党嘛随空中声援。中国国民党表示高度的遗憾，这项判决不仅不能厘清社会的疑虑，反而加深了司法沦为政治工具的负面观感。民众期待的是司法要本于事实，厘清真相，要务重也要勿枉，不要让民众有双重标准以及政治追杀的感觉。标准是否一致，民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民进党表示讲尊重司法，无要评论个案，嘛无接受无事实基础的指控，呼吁当事人爱尊重司法，勇敢来面对。不过，郭文铁的判决嘛影响政局，因为根据总统、副总统选举罢免法第26条第10项的规定，若是受10年以上有期徒刑判决还未确定的人，未当登记做候选人。郭文铁一审红淡判嘛，代表确定失去2008年总统的参选资格。对于民众党真的可以说是一个创党以来最大的重创哈。那尤其民众党长期以来就是一个一人政党的形象，民众党依然在立法院里面是一个所谓关键的少数哈。所以要讲民众党会因此而泡沫化，恐怕还是要看2028年以后，它对于蓝白合一定是一个更直接的冲击哈。因为基本上柯文哲没有办法参选总统，那么对于蓝白合的诱因或者是积极性的推动，当然就会大幅度的下降。学者分析，郭文铁的政治路受到阻挡，会影响民众党的发展。但是目前民众党赶快是伫立法院做关键招数，敢会因为安尼就破坏？嘛是观察2028立委席次的变化。另外，2026地方选举，民众党为了维持生存的空间，一定希望成功促成拿白合。国民党组织也准其利和合作变作关键，嘛看到未来政党的新局。记者综合报道。前台北市长郭文铁针对着今仔日北院一审判决判刑17年，也召开记者会，做出上解释的回应。司法不可以是政治工具，更重要的是，司法不可以是有权力的执政者打压在野党的工具。所以，司法应当遵守程序正义，司法应该以证据为基础来办案，而不是以编故事的方法来定罪。这个案件并没有在追求事实真相，现在变成是一个早已经写好的政治剧本在善后而已。在这场审判当中，证据法则被抛弃了，证词被选择性的采信。我要说的是，老百姓面对国家机器其实更脆弱。经过这个案子以后，台湾的司法更脆弱，台湾司法的社会信任度更低了。郭文铁伫咧记者会强调讲，伊无贪污，也无道理非常的坦白，也无法度理解讲，为虾米检方调处内面的理由是虾米，编故事的方法来办案，即司法动用国家机器介入一个媒体来办案。针对一审的判决结果，郭文铁的律师团表示讲，会搁再来提起上诉。讲到这前台北市长郭文铁，伊在这个金华城案件当中，一审宣判关17年，暗时6点15分的时阵，也召开记者会回应这法院的判决。来讲到这台北市议员应晓明呢，是被判刑15年半。这维京集团的主席沈庆京是被判刑10年，而且法官是裁定讲，因两个人拢加保3000万，就是惊因走路。应晓明的查某囝表示讲，目前正在总钱。另外呢，这众望基金会的董事长李文忠是被判刑4年6个月。支持者大声喊口号，前台北市长郭文铁面笑笑，下手第二，杨哥自头到尾拢无讲话就上车。会场外口一直拢有支持者声援，民众拢伫北院宣判了，也开记者会。我们的司法已经到了那种为了配合民进党来迫害一个政党领袖，把人家关了1年了，结果拿一个政治现金来开刀。郭文铁虽然被判17年，但过去年7000万交保，挂电子卡条，限制出境出海，即便维持原处分，也若同款涉案的，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应晓明加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分别判15年6个月加10年，两个人拢被加保3000万。
谢谢大家，我们现在在想办法帮妈妈筹钱。有什么想说的吗？谢谢。郭水安无讲话，原本前台北市长办公室主任李文忠伫咧宣判进前，也讲袂担心，希望无罪。结果一审判合并应该执行有期徒刑4年6个月。虽然解除电子卡条，也该维持个案手机监控。为什么想要流泪？请小心，谢谢。不好意思，叫我们爸走路，不好意思啊。讲那是伫咧七目屎，包括公司负责人李文忠的小妹李文官，因为工业侵占，不实制作会计凭证罪，被判2年4个月。京华社案件一开始是2004年台北市议员张小平告发郭文哲涉贪，对判决的结果，张小平和法官正悬的评价。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位前台北市长郭文哲，伊牵涉到京华城案件，还有政治献金案，检方呢是依照道理违背执据受人诬陷公益侵占背信罪，总共4罪来甲起诉，求刑28年半。在今下晡2点半时阵呢，这一审宣判郭文哲合并执行17年，褫夺公权6年。来到现场听判决的郭文哲，面是水落落来。主席会不会担心不能选2028？米娜笑笑出现，将台北市长郭文哲互人起诉的京华城加政治献金案，经过法院审理进行外，日前宣判，照贪污的违背职务受贿罪、刑法的公益侵占加共同犯背信罪，一审重判17年徒刑，褫夺公权6年。庭上听判的郭文哲，在知影判决结果了后，表情变正沉重。对判决有信心吗？看查某囝的手做伙行入法院，台北市议员应晓薇共款，互人照贪污的违背职务受贿等罪，判15年6个月。维京集团主席沈庆京加北捷前董事长李文忠是各判10年加4年6个月徒刑。专案4个关键被告一审拢有罪。柯文哲于109年3月24至26收受沈庆京以微金集团内之7人以捐款政治现金名义交付210万元，被诉收贿1500万元部分，应除柯文哲于 Excel 档案中记载的内容以外，并无其他补强证据可以佐证，不能认定他有此部分的犯罪事实。郭文哲互人判有罪是合议庭认定伊为了得到财团正好的实力支持，拿收乌西钱，互京华城公司违法得到20%的用值奖励，佮以木可公司的名义侵占6000多万的政治现金，而且佮甲827万元的账目基金会公款刷去使用支付经办员工的薪水。沈庆京为打造其政商实力，长期行贿应小薇议员，对北市府相关承办人员施压。身为民意代表，依法监督台北市的市政，据其贪图利益，被其掌控之公益性的团体收受贿赂，且其以领现、缴纳信用卡费等方式制造断点。同款判同罪应晓薇伫判决理由讲到，身为议员前后收乌西钱5250万，透过真侪届质询约见，一直讨资料，压迫基层公务人员，要求通过京华城用职案件，甚至真侪届制造金流断点，增加追查犯罪困难。那希望说最后是无罪吗？在一审宣判了后，强制处分庭随召开，经合议庭评议了后，裁定李文忠维持2000万交保，不过会当拆除电子卡条。郭文哲是维持7000万交保，也加可控设备。那是原本3500万加1.8亿交保的应晓薇加沈庆京，是各互人要求各加保3000万。记者采访报道。前庭界法院院长李碧都2022年涉嫌性骚扰，互监察院弹劾了后，搁再涉嫌霸凌2位查某员工。监察院调查了后认定霸凌成立。庭界法院这部法庭在今仔早起也宣判李碧都撤职，停止任用1年，袂当做律师，也袂当回任法官职务。对即马开始减少退休金含退养金60%。这庭界法院这部法庭认定讲，李碧都对查某部属有7届性骚扰案，其中6届有成立，另外会调人下死，唔互因请假等等。这部法庭合议庭认为讲，李碧都确实有性骚扰含这场霸凌行为，虽然无要承认，损害到这法官职位的尊严和人民对法官职务的信任，严重损害到这司法信誉和形象，情节重大，有停改必要。
来看台中呢，有一个姓黄查甫的妈妈出来指控讲，因的后生因为脑部退化，1个月2日已经过网络。讲因后生呢，伫咧2023年去做兵做义务役，分派部队了后遭受霸凌压力变甲真大，是造成破病的主要原因。那这家属提告了后，检方以证据不足无来起诉。伊的老母是指控讲，这军方拢无伫要伊霸凌，就要重新检讨体制。黄妈妈骑奥多拜带后生转去厝的，因过因囝若是无法度家己坐车，看起来阁真疯狂。做老母的讲，后生本来甲一般少年共款真活泼，因过做兵下部队了后，就出现大脑激素，治疗退化甲真做两下。虽然自2024年就开始伫咧厝的休困，因过病情拢无转好，1个月2日不行过身。被欺负的时候，应该都有很多人看，但是为什么没有人敢反应？那就是因为反应的他也会被报复啊，所以我觉得这是军方要特别去注意，要像什么电话反应啊，我觉得那个都是没有用的。长官们，我相信都知道，那只是说你们漠视了。做老母的指控讲，因后生2023年8月入伍，一开始拢正正常，不过落部队去国关地震部队了后，就开始怪怪，情绪也正无稳定，要退训。问后生了，才知影讲，伊伫咧军中敢若是受到霸凌，身心受到正大的压力。伊指讲军中的申诉加管理机制，长久以来拢是无顺通，霸凌的文化一直拢伫咧。是生病还是有意外受伤？那发现之后，部队怎么做？怎么做？那医疗这个过程，医生的专业判定，的原因是什么？那这样可能才会比较客观正确来评论这件案子啦。长久以来关心军中人权的黄妈妈讲，后生的病情是不是甲霸凌有因果的关系，就要有更加侪调查证据，军方将继续调查了解。若军方是发声明讲，除了强化官兵的法纪观念，也伫执行各项训练任务的过程时阵，要确保合理管教，也有安全的环境，提升部队的战力，也要确保训练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全台湾的医学中心拢出现电脑断层体检读册情形，这台病院上长就要等1年的时间。前健保署长李必忠进前就表示，这和卫福部去年施行的个别病院总价订制度是有牵连的。不过，这卫福部长赵忠良强调，有一寡病院检查等待时间变长，和个别病院总价是无牵连。主要原因是这检查需求增加，除了会建立转诊机制，也会启动动静患者检查等待时间监测来保障病人的权益。大病院病人真侪已经是常态，不过最近却传出南北各大医学中心加剂量的电脑断层感称 LDCT 体检出现塞车的情形，以大病院做例，有人排队排几啊个月，有人上长恐惊要等1年。做肿瘤的治疗，所以要做电脑断层，先排啊，大概要差不多3个月、4个月。断层的话，我记得是这个礼拜这个礼拜挂号排队，下礼拜就拍了，然后大概等了2、3周才看报告。对这前健保署长现任的台北医学大学教授李必忠指出讲，这是去年卫福部推行的个别病院总额这个制度的问题，因为总额恒固定，病院一定要开始调整门诊量、控管检查和手术等等，避免加做加料。再不相信健保点达成中数，可能让真正需要检查诊断的病人无法度做，影响分级医疗。达到那个量的时候，就是怎么讲，他会去控制啊，要不然否则那个做出来的量超出它的能够分配到的总额的时候，就等于多做多赔。只要是牵涉到电脑断层的，几乎都排蛮久的啦，大概半年后，甚至有时候还会更久。有意愿的哈，我们会把它排去分院，看会比较快了。那第二个，我们正在进行的几个案子，就是跟我们的友院来了解看看有没有可能转检或转诊。不过卫福部长赵忠良回应讲，一寡病院电脑断层体检大塞车，和个别病院总额无关系，主要是检查的需求增加。有推动这个肺癌的 low dose CT 的筛检啊，然后又有一些外溢的效果，也就是自费的
健检的项目里面呢，也纳入了这一项，而造成这个检查需求的增加。周总统强调讲，已经请各检署来建议采取分流的方式，鼓励病人去区域病院、地区病院做体检，若发现无正常则做转诊。影像检查的部分会拢传去健保的云端系统，互转诊的病院当直接看到影像。另外一方面，嘛会监测动症患者等的时间，避免资源受到影响，保障患者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人讲先生缘主人福，来看这台中有一位65岁黄先生，因为身体检查发现讲有12公分大的一个肝肿瘤，含主门静脉塌掉咧，宣布是肝癌末期。落尾积极治疗了后，肿瘤缩小也要切掉。医护团队表示讲，精准评估患者的肝功能，而且和别科医生做伙合作，这才是成功的关键。听台中的演讲，看起来真有精神，谁人拢看袂出住伫台中65岁黄先生，去年互医疗团队宣判肝癌的末期，建议直接进入安宁照护。做工的伊一天5包粉，一称200cc 的高粱酒。去年因为非常的疲劳，骨头酸痛，感觉奇怪，结果检查了才发现肝生12公分的肿瘤，而且侵犯2/3肝的主门静脉。我感觉人足疲劳的，骨头足酸的，工课无做阁袂使啊。做工人无做也袂使。检查出来时是，敢若阮兜人哭到要死，艰苦到要死。我就想讲，若医会好，紧医好，减轻厝的负担。肝癌是台湾第2定发生的癌症，大部分的患者伫诊断出来时，定定是末期，平均会当活3个月到半年。黄先生就医了后，电脑断层发现肿瘤伫倒边的肝。台中荣总用真济科合并治疗的策略，整效放射、免药、标靶治疗，甲肿瘤酸塌，成功互肿瘤救甲剩8.2公分。在精准评估患者肝功能的状况，抑阁有敢有衰微，那么可能引发肝的衰竭。预估就是他的肝脏在切掉这些肿瘤的部分有没有办法再生？那如果他的肝脏的再生的能力不强，就会导致肝衰竭的状况发生。医疗团队透过15届的放射治疗，把主门静脉酸塌改善到1/2，佮把倒边的肝切掉，保留正平健康的肝。手术了后恢复甲真好。病理报告检体完全找无癌细胞，后续有关登去病院追踪。病院强调治疗拢有健保的给付，肝癌的末期有关会当转倒，肝癌的患者会当积极找专业的协助。记者综合报道。提醒咱的观众朋友一定爱省水哦，因为这新竹地区水情是愈来愈暗落。行政院也指示讲，经济部全力来下区核治市调度，6月底进前确保民生用水免分区送水。那气象署的资料显示，今暗时深更开始呢，锋面通过台湾，拜5顶半部中部以北可能会落大雨，后礼拜也锋面到位，希望会当消透欠水问题。天气是凉凉啊，真舒适。不过北台湾的好天都要结束啊。8时半暝开始到拜5透早，锋面通过，佮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是一时变凉冷。台中以北伫透早甲这时有较大的雨势，提醒民众上班上课都要注意。凌晨一直到明天上午这一段时间，锋面逐渐的通过台湾上空，在台中以北，我们不排除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较大雨势，甚至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中部以北甲东北部地区有阵雨，也是雷公雨。东部、东南部地区、恒春半岛甲南部山区也有短暂雨。不过，方面顶面的雷公雨所大大家降雨区域阁无确定，是毋是对咱的水库有帮助？该观察。目前国内主要的水库石门欠水量阁有5成6以上，不过新竹宝山甲宝山2的欠水量拢无到2成5。台中地区的水情目前是爱注意的顶好。行政院指示经济部一定爱随时检讨，全力调度，确保民生用水伫6月进前毋免分区送水。因应后续降雨的不确定性，院长请经济部务必要持续滚动检讨各地的水情，特别是蓄水量偏低的新竹、宝山及宝二水库，还有台中的鲤鱼潭水库，必须最大化的跨区支援能量。目前新竹科学园区甲产业园区继续自主欠水7%。农业部门透过轮流压产甲水门的操作，加强压产的管理。行政院指出，启动控可化备用的水源，应用后续民生公共，也有农业用水的需求，也提醒民众得爱省水。记者综合报道。
讲到这南投焚化炉要起的争议还未收煞，想袂到今仔日环保局就调开议定地连外道路新民行混挂工程会机，拍算要甲路做到8米宽。这自救会和环保团体来到现场抗议，批评讲这专案的宽评就还未通过，违反着行政程序，甚至连地主国产树拢无来到现场，程序是违法的。反对拓宽，程序违法。自救会成员甲环保团体提200甲布条大声抗议，因为争议不断的南投县民间乡焚化炉案，日来环保局调开连外道路拓宽工程会议，因认为焚化炉都还未通过宽评，都调急拓宽道路违反行政程序，敢若亲像硬要通过。伊拓宽就是要起焚化炉，我都无爱有焚化炉啊！因为伊岛啊土地无代无志，就要甲收等于阮的子子孙孙都无当做无当食嘛。程序上也是违法，那要做嘛是爱听到环评总过了后，来做安尼才较正当。来焚化炉议定地另外道路新民行上下所在是4公尺，拓宽计划全长1500公尺。道路倒边是落水溪，北边是爆花，正边是农地，议定混跨到8公尺。款团批评当地是国有地，拓宽工程会议建议要邀请国产署参加，正含的代志搁加一件。国产署的人拢总无来，你就要开这个会，这个会。你敢有想到讲，咱的焚化炉要会使去，袂使去，要唔知影？你就在烦恼咯。我们今天有特别找了水利署针对往堤防内拓宽是会有执行上的困难，那并没有决定要往哪个方向来拓宽，所以的确还没有找相关的道路管理单位来去做讨论哦。那直到我们确定我们拓宽的方向，那就会找相关的土地所有权人，包括管理人来取得相关的同意，才会做道路的拓宽。南投县政府讲，这届会议是邀请道路管线甲水利署这个机关，确认地下管线配置问题，也未决定拓宽范围牵涉到爆花还是农地，所以无邀请国产署列席。而且无论焚化炉是毋是兴建，提供民众一条更加方便安全的道路，这本来都是县政府的责任，两个案件会分开处理。记者采访报道。要庆祝儿童节，高雄市内安顺清明连假，要伫咧画布影艺术中心举办恐龙乐园，现场有120只机械恐龙，要来互囡仔看。这2天呢，厂商当咧斗这恐龙，不过其中一只14米长的雷龙，颔棍迄搭盖上有天过分裂。民众就质疑讲，活动就还未开始，为虾米就登去咧？这教育局也出面来解说，讲是组合的讲法，引起误会，请民众放心。恐龙头哪叫，尾哪喊，佫有发出叫声，这是准备要伫维武赢展演的机械恐龙。教育局委托的厂商25下晡开始斗，这只14米长的雷龙斗古势开始试捧，随声济大人囡仔来看。不过大家愈看愈奇怪，工作人员哪会咧舔雷龙的颔棍啊？民众质疑，哪会活动也未开始，物件就先害去。因风收头啊，是安怎长去安尼啊？所以你看到伊阿妈棍，你嘛感觉讲伊是登去遐？看起来有可能是安尼。可能运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断掉才接，你看它有接啊。是带小孩纯粹来这里拍照。你有听人讲恐龙发生什么代志？好，新闻上我看好像是说搬运的时候弄到的。看到大家拢咧风声维武赢电视的恐龙头登去，主办的高雄市教育局赶紧出面来澄清，讲这只雷龙因为体型较大，为着好运送，原地设计头甲身躯都是分开的。民众看到颔棍啊顶悬天过分者，是要甲斗起来工法之一，不是因为弄登去，也是有其他的算段。第一个把头接上去的时候。然后会用螺丝固定，这是第一个步骤。然后再来，因为它皮的部分要做缝合，缝合完之后，我们会再上一个胶，然后把它盖住，然后之后会再用那个喷漆，然后最后再上油性的原料，复原它皮肤的颜色。因为内容也未完全到过，教育局也特别伫头前挂牌啊，甲大家说明，讲这毋是受伤。教育局表示，这摆清明连假伫维武行，毋但有120只机械恐龙会当看，阁有来自日本用真人落去操作的恐龙。欢迎囡仔兄囡仔姐到时做回来斗闹热。记者柯家族柯朝阳高雄场报道。
立法院今日继续平安审查国防特别条例，针对在野版本无加这无人机 AI 的日期，总统赖清德就批评因讲欠缺专业的认知。那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讲，这7大项目欠一个就袂使。无人机伫新形态战争发挥关键的影响力，爱用特别预算建立长单。不过在今仔日条约共款是无共识，多数条文拢保留，就爱赴未来协调。可能爱负责条约协商，可能就爱等到4月底呢，才会当送到议会表决处理。啊，若讲到进前签署的4项法计书呢，目前头期款就爱纳咯。郭立雄是讲呢，韩美国会搁再协商这延长时间，减少支付的比例。立法院日继续审国防特别条例，有行政院1.25条版本加国民党团3800亿加 N 版本，还有民众党团4000亿版本。因果拿被排除无人机 AI 2项目，总统赖清德批评在野党欠缺专业认知。民众党立委王定宇提出1.25条减 N 方向，希望有共识。国防部长郭立雄讲，7个项目一个拢袂当欠。对于俄战争高比强调会当看到无人机载具影响正大，所以一定要建构强韧的国防自主生产能力。要透过特别预算来有一个场弹，然后产生一个规模效应，然后助推这个我们国内的无人机产业。为了要改善军国引擎的情形，国民党版本也提出听书制度。执行成效若无到协定进度50%，应该将执行机关的首长加相关主管移上监察院听取。李也表示反对，这个在野的目的是要恐吓国军，唔敢追究美方的责任。郭立雄讲，规矩该送听界，条约意见无同，绝大部分的条文拢无共识，拢保留上条约协商，恐怕要延到4月底才会上议会处理。归因为美国方面的因素，也要追究责任，欢迎你们提案。那这一点就摆明了只处理台湾的行政部门，然后连美国提都不敢提，一起提，那要去追究吗？符不符合现在的现实？你要追究到一些比较基层的，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主管，其实这个有些事实上他可能有困难，可是他必须要有人负责，所以在这个部分执行的机关首长，我觉得其实是应该可以去讨论的。你将执行机关首长移送监察院调查，是这样的意思？没有了。因国军进行签的4项军购法计书，其中海马斯经过案，月底进行才付首期款。因过国防特别条例也未通过，郭立雄讲，正是甲美国协商点延时间，或者是减少支付的比例。因若受中东战术延期的传习会，美国宣布决定改一个5月14到15。We've always estimated approximately 4 to 6 weeks, so you could do the math on that. President Xi understood that it'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president to be here throughout these combat operations right now. 大家注意传习会延到5月进行，是不是影响台美军购？郭立雄强调，咱已经得到美国的保证批，双方保持密切的沟通，无任何延前。记者综合报道。中东战争影响到这石化原料供应链，国内也出现这塑胶粒啊、便当盒啊欠货情形。这经济部证实讲呢，发现一寡中盘商故意办出货，目前已经有业者公告讲袂搁再提供塑胶粒啊，这花店也减少塑胶包装，连小食店的纸盒啊也拢可能会来起价。公平会表示讲，业者若准做伙囤货、做伙起价，有可能会违反公平交易法。刚出炉的面包，在疫情之后都会一个一个包起来，以求卫生。不过如今传出塑胶袋缺货，店家做生意也大受影响。饭店外口打广告讲以后袂搁免钱来提供塑胶粒啊，这间饭店本来拢会订有 logo 的塑胶粒啊，但即马增加成本起伤济，做小生意的根本都买袂落去。我们每一个面包刀这样包起来的话，你看我一天出了多少面包，至少也有破百，我们要另外去找纸袋来装。纸袋的成本就一定会比较高。业者毋那是要吸收起价的部分，若是塑胶粒啊买无，一寡品项甚至是无法度买。目前敢若会当鼓励人客买环保餐盒仔，会当省就省。另外，连原本介绍敢若受季节影响的花店，拢受到冲击。一束一束的花，外口的包材是包括特录啊、干的录啊，甚至是阿古里的盒仔，拢是塑胶制品。即摆虽然货量够高，但手上的报价已经调起2成到3成。我们尽可能去做一些高单价的话去做销售，这样才不会说这个成本比例在我们整个成本里面占太重。中东战争的影响是持续扩大，事实上，唔拿塑胶制品，佮有小食店的业者反映讲，就连平常时装便当的这纸盒仔，嘛拢起价啊。烦恼讲有可能变作起价的连锁反应，以后嘛降袂落来。纸盒目前它是
有贵一点点呐。如果全部都涨价，以我们的用法程度，起码也要贵差不多3000多块钱。它的纸浆可能成本并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最主要是燃料成本的部分。就是能源成本。学者分析，目前加热产业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就是能源成本起的，应该持续关注能源的波动。降价市场烦恼的情绪一直拖，另外面对塑胶袋资源公平会爱剔查。跟业者要资料，他回来我们要研析，而且最重要的是说，我们要经过委员会，我们尽量朝3个月来做。公平会表示，目前已经初步了解塑胶袋的计销材质等等，会以联合行为为主，若是有到立案来调查，找出不法。记者综合报道。中东战争也引起着欠能源的讨论。美国拍算和盟友做伙来发展民用核能。副国务卿迪兰诺是认为讲呢，这美国和台湾的合作也符合这项政策。目前咱台湾也碰到这核2厂、核3厂敢要停泊的讨论。反核团体再去高行政院抗议，认为这核电停泊不是单纯的行政程序，反对遐尼旧的核电厂搁再停泊。大江化口号表达诉求，全国废核行动平台伫行政院前တင်情，反对赖政府提出核电厂再运转计划。而且公民行动联盟秘书长崔素欣表示，台湾目前核电厂的疏散范围敢若8公里，比福岛的30公里较少。紧急的应变计划区为设，需真济国家标准。万一核二发生事故，爱疏散的居民超过683万人。这样的人数，到底政府有没有准备？有没有防灾应变方案？核安的问题不是个人的认知，也不是卓荣泰的认知，核安会自然会依照国际的标准来判断这个电厂是不是安全。还要相信专业。针对赖总统宣布核2、核3有停泊的条件，台电表示，核3再运转计划会伫3月底前送核安会，佮甲美国西澳签约展开安检。核2是甲美国技公司合作，目前是2亿，一旦大都设施完工，炉心燃料退出，才会当做安检。行政院声明，二次能源转型的目标不变，核电厂若是要停泊，会以核安优先做最高原则来推上。核3的那个再运转计划部分，我们会依照我们约时程，在3月底送核安会，就完可以在2027年底送给核安会审查。那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整个这个阶段当中，我们追求其实是核安是最大的一个前提。中东战争让全世界面临能源供应的危机，拄到咱国内要停泊核2、核3的讨论。美国众议员嘛讲到，台湾超过95%的能源挖靠进口。美国国务院进行表态，已经准备好甲各国合作来发展民用核能，关心其中是不是包含台湾。How you see Taiwan fitting into this broader agenda that you outlined? What would effective civil nuclear cooperation with Taiwan look like, and how can it enhance its energy resilience? As I laid out, the president's energy dominance strategy, I think, is worldwide. Specific to the Taiwan, what our engagement in there is, I would imagine that would be consistent with our policy. 欧谢夫斯基进一步表示，虽然台湾去年最后一座运转的核能发电厂除役，不过台湾开过60年发展先进的民用核能的专业，认为即马值得台湾重新探讨现代核能技术，搭配其他能源来强化台湾的能源韧性。记者采访报道。美国加州自5针对 Meta 也个 Google 的 YouTube 做出一项全美国类似案件胜诉的判决，就是有一名20岁女性指控这寡平台故意设计做使用了后会掉的下架网络，害青少年身心受到损害。法院也裁定 Meta 和 YouTube 的罪名成立，要赔予人美金600万，差不多是台票1.9亿。一个小名号做 Kelly 的20岁查某囡仔，为6岁到9岁开始使用 YouTube 加 Instagram， 不过这平台设计颠倒互伊眼条咧，引发焦虑甲忧郁等心理健康的问题。Kelly 甲伊的老母都要甲这4间主要的社群媒体请因食官司，包括 Instagram 的总公司 Meta， 还有 YouTube 的总公司 Google、Snap。还有 TikTok， 其中这个 Snap， 还有 TikTok， 在审判进前都已经达成和解。陪审团最後是裁定 Meta 还有 Google 下卡 YouTube 所有的罪名拢成立，要納600萬的美金，大概是代表1.9億的賠償金。To take that teenager whose mind is still developing, and to be fully aware of how you can use a casino effect, which is what the YouTube documents talk about, using a casino effect
on a young developing mind. They assess the risk and they move forward anyway. Meta 需要负担70%责任，然而 Google 是要负担30%。不过 Meta 决定上诉 ，Google 嘛在评估是不是要继续上诉。Teen mental health is profoundly complex and cannot be linked to a single app. Today's decision is really a turning point, and the next step is for lawmakers to enact safeguards that protect kids and make sure that there are enforcement of these safeguards, because we know these tech companies cannot be trusted to do the right thing themselves. 这个案例，甲科技公司过去常常使用的法律合连权突破，目前还有1500个案件排队伫咧审理当中。法律专家就分析，这个案件可能会变作是后摆小项诉讼的重要参考。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大家一句话叫做人看唔惊，鬼看溜溜去。这个鬼呢，就是 AI 假医生。讲到这 AI 假医生，最近是愈来愈多掠一个，另面又有一个新的出现。除了传播假资讯以外，佫会卖假药啊。就立委在这个维权委员会呢，要求这卫福部长爱随处理。佫讲 AI 假医生的订阅人数拢总有25万人，已经是卫福部官方频道的6倍啊。我是许为民。肛肠科医师，如果你的大便呈现一颗颗的硬颗粒状，像是一颗颗的羊屎一样干硬。去年底 AI 假医生陈志明叫人掠包，即马佫随走出来一个假医生，或者柯为民，专门咧讲错误的医学观念。国民党立委陈进辉拜四伫维权委员会顶面要求卫福部长要赶紧处理 AI 医生退休的问题。陈志明医师的影片又回到这个频道了，并且这个频道的订阅有25.6万，是卫福部的6倍多，卫福部现在是4万订阅。你有没有考虑，如果你用10重量 AI 来做卫教，也不会输给他？我会考虑看看。好，我也来开个频道。卫福部长指出，开频道的人已经违反医师法，未来也会比较即马阻挡网络性影像成功的经验，和司法部合作，研发快速落架假资讯的系统。他如果是他制作的，虽然不是用他自己的名字，用一个这个假名用 AI 制造出来，它可能也会涉及到这个医师法的违反。这个处分的部分，我会用这个严厉的处分。事实查核中心指出，若是真足看，有法度判断是毋是 AI 假医生。除了医生讲话和字幕无到达以外，嘛会出现奇奇怪怪的背景。AI 假医生，其实如果仔细看的话，他们的嘴型呢，有时候跟他们讲话的内容其实是对不上，背景出现一些奇怪的摆饰啊，或者是一些动作，基本上呢都可以辨识这个影像可能是 AI 生成。查核中心指出，这款 AI 假医生有当时会冒充名医的言论，先骗你的信任，再搁骗你的钱，透过互动的机制来卖无良的药品，甲时代骗甲玲珑西。因呼吁民众伫网络买物件一定要再三确认。记者陈选林旭凯台北报道。公路局拜四举办驾照管理改革措施记者会，宣布3月30日开始推动小型车、大型车场可增加停留项目，也有矫正预防办公室这2项互区驾照变较严的措施。另外，交通部也宣布启用重大交通运输事故资源专线，提供灾害通报甲关怀说明。学生照甲训班教练的指示赛车，准备要考驾照。不过，即马驾照的制度全面加严。交通部公路局宣布，3月31日开始推动2项驾照改革措施：小型车、大型车场地考验，增加停留的项目，甲矫正防治办公室。推动小型车还有这个大型车常考增加停让的一个项目。那这个部分的话，也就是之前在驾照管理3策略里面所提到，就是说透过这个训练跟考验的一个方式，希望能够来这个提升人本驾驶人的这个人本交通的一个素养。场地考验的部分，小型车新增加无号志路口停留用路人，甲去行确认时也死角；大型车就做安全确认，若无做一摆扣32分就无及格啊。矫正防治办公室方面，长安町无号志路口无停留，驶过学校、病院无减速等等3大类的违规，一般驾驶人一年累积3摆就强制自费回顺3点钟，若无按照规定参加讲习，就罚1800块。一般驾驶人的部分，那1年累计3次，那就要参加这个就是自费参加这个矫正防治班的讲习。那这个营业大型车驾驶的部分，1年只这个累积2次，
就要自费参加这个导演讲习。另外，代替经历过普悠玛甲泰鲁国事故的伤痛，交通部采用事故家属建议拜四宣布正式启用中台公共运输事故支援专线。也注意到怎么样在事故发生后灾害的通报、应变以及事件发生后的关怀跟支援，所以我们参考日本在公共交通事故被害者支援室的机制。交通部嘛表示，希望专线提供灾害通报、甲关怀说明，嘛互民众袂阁面对拖无救援、甲资讯断站的状况。记者郭正阳、王志刚台北报道。台南的亚太棒球场启用3月29是头一场职棒的开幕战，25000张的门票已经卖了咯。不过最近热身赛时阵呢，有球迷反映这球场的问题，教育局表示讲会赶紧来改善。台南亚太国际棒球训练中心加做主球场，要伫3月29办一场职棒开幕战，这当坐25000人的大型户外球场，即阵是全台规模上大的棒球场之一。开幕战门票全拢卖完，安顺东港有上万的球迷来遮。不过伫正式启用前的暖身赛期间，真侪球迷已经对场内设施提出质疑。小时候坐中间的人要出去上厕所，或是去贩卖部买东西，就是要跨过走道的时候比较难走，还有一些上下中间横向的移动位置太少，等于说我一定要往上走，往最下面走，才有办法到出口的地方去。我觉得这些都是可以改善的地方。不会界外球啊，然后进球啊，就撞到。打网络讨论甲热扑扑，有球迷讲内野138边仔的灰无留赢带空间，出去无里边，观众是有设置铁架加木板的桌面设计嘛有争议。另外防护板嘛较低，若当着界外球，嘛会产生安全的几率。球场反向的动线无够的问题，尤其伫内野区中段袂当互人行停当，观众爱设一个因烦恼若人济时恐惊会影响疏散的效率。那我们跟统一这边讨论了以后呢，我们希望能够拆除一排的这个座椅，虽然呢我会减少一些座位，但是让我们的球迷到了球场以后呢，他在横向的这个走道上面呢有一个。不会受到影响啊。除了球场设施引起讨论，球场嘛伫较市外，某人咧反映交通车帮无够，面对各种质疑，台南市体育局回应，目前也是试营运阶段，会针对动线设施者来进行轮转式的检讨甲改善。这阵开幕战要到啊，到底敢有法度伫大量观众之下来兼顾动线甲安全，正做外界真关心的重点。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屏东后湾的海沙埔今日野放2只鲈鱼，因拢是去互拖网或者是海内面的鱼网啊废弃物填掉的。经过咱人家救治收容，总算是会当放登去大海咯。海保署也表示讲，这鱼具废弃物含粪扫是海洋危机之一。渔业署含各地的政府拢定出着拖网啊含放铃啊的使用规范，好民众伫爱看重海洋废弃物含大型网啊对生态危害。也放咯。虽然正平的静卡断去，因估计放来了，这只海龟也是下性命受到大海。海保署顶单位2人伫咧屏东后湾海沙埔野放第118加119只海龟，其中第119只烂死龟，去年3月伫平湖和废弃的渔网填掉的，这静卡歹势切掉，怎么恢复健康野放？它之前其实就是被渔网缠绕的，然后就坏死，所以截肢。那其实海洋相关的废弃物，不管是渔网或者是垃圾，其实目前依旧是整体海洋上面非常大的危机之一。常常有废弃具造成保育类动物伤亡的代志。宜兰盐帮渔场14就发现这只濒危的吉龟，食着鱼网填的喙的，收治了也是不幸死亡。对不倒来挑出9公尺长的鱼网，用那个化学方式的去回收，把它变成已经到那个尼龙的新的颗粒一样的回收的料。好，那这个料除了可以再做这个桶子以外啊，我们现在也让它能够再生到比较高端的一些产品。这个黑色的救援野放箱，规个拢是海废物做的，旧的鱼固定废弃物唔但影响环境，也会伤害海洋生物。海保署甲民间企业合作，让海废物变做有循环记录的保养设备。不过人类威胁唔但海废物，第118只野放的海龟，真正是互拖网抓到。所有的拖网渔船禁止在山海里面作业。50吨以上的渔船禁止在距岸12海里面作业。我们会照渔业法规定处3到15万元，船主跟船长的部分都会做处罚。
除了拖网，同款是无差别捕猎特色的刺网，也危害生态。台湾已经有17个县市伫咧辖区海域明定刺网禁渔期或者是禁渔区。那违规捕猎被发现，会移送地方政府裁罚。渔业署也自106年开始禁止新造加转接刺网渔船，并且继续辅导转型。渔民若是无顺利掠到保育类生物，一定要通报海巡等相关单位。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中东战火特别满1个月啊，也若超过4年的俄乌战争到达也是未结束。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阵，伊就表示，中东局势有去影响到美国总统川目前的优先选项，所以川要甲这乌克兰施压，爱乌克兰呢，甲乌东地区也就是这顿巴斯地区挂互罗西亚，才会当换到美国所讲的安全保障。这场二战了后，欧洲上血腥的冲突已经拍4年啊。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25日甲路透社讲，美国讲会提供乌克兰和平协议了后的安全保障，不过条件是基辅就要甲乌东顿巴斯地区挂入予罗西亚。Американці готові на те, щоб фіналізувати ці гарантії на високому рівні, коли Україна буде готова вийти з Донбасу. На мій погляд, атмосфера, побудована росій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в діалозі з американською стороною. 泽伦斯基警告，thiết置顿巴斯定是民主封锁，那是错误，而且无道德，更加会危害欧洲的安全。Я ж не коробка цукерок, так і не автомобіль, щоб подобатись або не подобатись тій чи іншій людині. Важливо, щоб я підходив нашому народу і виконував свої обов'язки. Тому я вважаю, що вихід зі Сходу нашої держави – це високий ризик для України, для Європи. І в кінці кінців невдалий мир – це великі ризики для Трампа і його команди. 泽伦斯基讲，受到美伊冲突影响，本来交付数量就比乌克兰需求较少的爱国者飞弹，怎么也拄到供应中断的危机。不过乌克兰会继续反击罗西亚每一边的打击。伊也讲，罗西亚正利用伊朗对美国进行勒索。У мене є довідки нашої розвідки. Росія це робить і каже, я не буду Ірану передавати розвіддані, якщо Америка припинить передавати розвіддані Україні. Чи це не шантаж? Безумовно. 公司新闻网络媒编辑。台基歌甲美国的爵士音乐结合做伙，想要到是遐尼吧？来听这美国华盛顿有一群来自台湾的音乐家，邀请当地爵士乐手呢做伙来演奏台基歌。这乐团的歌手就讲，台基歌传承台湾人争取人权的历史，和美国黑人的民权运动历史是真相像的。来看台基台国际记者彭祖哲伫美国的采访报道。弦乐、乐琴、琴吉他、大提琴合奏，伫美国华盛顿煞听到台湾歌曲，阮也拍开心内门窗，搁有望春风。原来有一群住伫美国过来10冬的台湾人，邀请在地爵士音乐家做伙演出。我爸爸妈妈甲我阿公阿嬷都是听这个歌曲大汉的，用这个机会，互美国人了解咱正港的台湾歌成做什么款。住伫美国20几冬的音乐家李欣怡讲，这音乐就亲像白菜卤，融合无同的食物，算是真合味。若是表演台语歌曲，这届伊嘛加入传统的美国黑人音乐。乐团的歌手嘛讲，伫准备的过程当中，伊嘛更加熟悉台语的文化和历史。The human rights struggle over the decades that the Taiwanese people, and even to this day, the struggle for their freedom and their humanity links up very well with the human rights struggle of the African American people. Those two aspects, I think, match up the music of the Taiwanese people with African American music, especially those of Nat King Cole. 头一摆听到用台湾乐器演奏音乐家 Nat King Cole 的微微啊笑，美国观众是真痴迷。What a great combination of having a fusion Asian Nat King Cole, and actually it was a lot of interest to try to figure out exactly what that was all about. Music that most people would think was only American, but the everything fit beautifully together. 现在这种乐器。伫美国因较无听过这种物件，所以我就尽量加二胡的特色
甲表现出来。除了竹树音乐，伊嘛试过少年人介意的摇滚音乐。乐坛嘛认为，台湾歌曲传承台湾人争取人权的历史，这个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历史真相像。在美国的台湾音乐家嘛希望透过演出，让更加侪人听到台语音乐。公司国际记者彭祖哲，美国华盛顿报道。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9度到24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9度到2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1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9度到28度。平阳、金门、马祖对13度到25度。还个未来3天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暗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